Hello，大家好，我係招國偉。房委會公布咗居屋、綠置居同埋白居二嘅2025喺4月30號就開始申請，去到5月嘅20號就截止申請嘅，咁啊3個星期嘅時間，咁啊大家可以透過呢個網上同埋實體表格交表都係可以申請得到。咁啊之前介紹過呢個綠表方面一啲嘅申請嘅一啲注意嘅事項，今日都介紹下呢個嘅白表方面呢，包括咗呢個居屋同埋白居二一個申請上面一啲注意嘅事項嘅。嗱，事不宜遲，睇下啲相關嘅資料先啦。咁啊呢份嘅表格就係呢個嘅居屋2025同埋白居二嘅2025嘅。如果用白表嘅方式嘅話呢，特別留意翻一啲表格填寫一啲嘅相關資訊噶噃。咁啊講翻下一啲嘅注意嘅事項先啦。咁啊呢一份嘅白表嘅申請表格呢，咁啊都可以留意翻有幾個嘅選項嘅。咁啊包括咗呢個嘅同步申請呢個嘅居屋同埋白居二嘅2025嘅。咁啊，如果想填寫晒報晒兩個計劃嘅話呢，咁可以係剔選呢個嘅格仔嘅。咁啊，呢個嘅報名費呢就係650蚊，即係350蚊就係居屋2025，300蚊呢就係白居二嘅2025嘅。咁啊，另外啦，如果淨係想申請呢個嘅白表嘅居屋2025嘅話呢，就可以填滿呢個嘅選項2嘅格仔。咁啊，報名費就350蚊。咁啊，另一方面咧，如果係只係想填寫呢個嘅白居二嘅2025的話呢，咁就麻煩大家就填選呢個選項3嘅格仔填滿佢啦噃。如果想話兩個嘅計劃都申請，不過呢咁諗住呢就係話申請嘅人即係都唔同嘅。譬如話呢，如果係一個嘅居屋2025就由爸爸做一個申請人，不過呢白居二嘅2025呢就想改為呢哥哥做申請人嘅話，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噃，變咗就呢個兩個嘅獨立嘅計劃，咁就要入2份嘅表格嘅。一份呢就填寫翻呢個嘅居屋2025啦，咁啊呢個係 A 做申請人嘅。如果 B 嘅申請人呢不同嘅話呢，就要填寫翻白居二嘅2025嘅另一份表格，咁啊交嘅費用都係650蚊度，咁大家留意翻啦。如果話想方便啲嘅，都唔再分邊一個計劃邊一個申請人嘅話，咁啊可以呢一次過一表兩抽，屬於係居屋同埋白居二都係可以嘅。咁啊，再寫翻一啲資料啦，都係個人嘅資料啦，包括咗一啲中英文嘅姓名啦，一啲嘅身份證嘅號碼等等。咁啊，包括咗一啲譬如有冇初生嘅 BB 咧咁樣，咁亦都可以參加翻呢個嘅初生嘅計劃嘅。咁啊，另外啦，如果特別留意翻嘅話呢，申請人呢就會成為呢一個未來嘅單位嘅一個業主。嗱，包括咗呢個嘅居屋2025啦，或者係白居二呢去買一啲單位。特別都想補充翻一啲資料啊，好多朋友都有問嘅。咩叫做係居屋白表同埋白居二係乜東東呢？咁樣。咁啊，簡單嚟講呢，咁啊居屋當中嘅一啲新單位，咁可以俾到綠表同埋白表嘅申請者去揀選一啲新嘅單位嘅。咁啊，如果白表方面要符合一啲入息同埋資產嘅限額嘅情況，但係白居二方面呢，就唔係一啲全新嘅單位啦，就係一啲呢已經係政府賣出咗一啲嘅未補價嘅單位俾一啲嘅買家。業主方面嘅話呢，都可以透過呢個未補價嘅市場上面呢方面呢，就推出嚟一啲嘅單位嘅，咁啊可以賣俾一啲綠表同埋白表嘅申請者。白居二嘅意思呢，就係申請一個嘅配額一個資格，咁啊可以得到一個資格嘅話呢，就可以同呢一啲嘅未補價嘅業主呢，就可以去傾個價錢，咁啊啱心水嘅話呢，可以成交個單位嘅。就呢個就係屬於個嘅即係配額嘅計劃，就係一啲未補價嘅二手單位。所以兩個嘅話呢，賣出嘅單位都唔同嘅，咁啊唔係話白居二呢賣一啲即係房委會新嘅單位俾大家，係一啲嘅即係喺市場上面一啲未補價嘅單位嚟嘅。咁啊，另外都想講下啦，咁啊包括咗呢個嘅有冇一啲嘅物業嘅情況啦噃？咁啊，如果係擁有一啲物業喺過去嘅24個月嘅話，無論係自己擁有，又或者係同一啲嘅其他人咧共同擁有都好，如果係有相關嘅物業嘅話咧，咁就唔符合申請呢個嘅資格嘅。但係如果相關嘅物業咧喺24個月當中咧，都曾經出現咗呢個嘅撻訂嘅情況，譬如話咧喺中途咧已經撻咗訂，再冇擁有一個單位嘅話咧，喺呢個嘅新嘅安排之下咧，都仍然可以符合申請呢個嘅居屋嘅計劃都可以嘅。咁啊，再寫翻下一啲個人嘅一啲聯絡嘅方法啦，譬如一啲電話嘅方法啊等等嘅情況啦，方便翻有一啲短信俾一啲嘅申請者會知道一啲進度嘅情況嘅。咁
咁啊，另外都想講下啦，如果係大家喺透過網上嘅交表同埋付費嘅話，都好簡單嘅啫。例如話咧，呢度都顯示翻一啲嘅即係網上嘅交表同埋一啲嘅付費嘅方法，可以用信用卡啦，或者轉數快都得嘅。咁啊，視乎翻大家自己嘅需要啦噃。咁啊，如果係用紙本嘅話啦，咁大家就要喺連同呢份嘅表格加埋一啲嘅劃線嘅支票或者係本票嘅話，咁啊抬頭寫翻香港房屋委員會嘅。咁啊視乎翻大家申請嘅邊一啲嘅計劃啦噃。如果兩個都申請晒，咁啊總數就650蚊，其他就唔再重複啦。咁大家按翻自己嗰個嘅即係申請嘅計劃嘅內容啦噃。咁啊再寫翻一啲嗰個嘅支票、銀行本票嗰啲號碼等等嘅相關資料。呢度咧都想再講下第4部分啦。咁啊，因為今次咧有個叫新嘅青年計劃，咁啊主要都係俾一啲嘅40歲以下一啲嘅家庭或者係單身人士咧去參與呢個青年嘅計劃嘅。咁啊大概嚟講啦，嗱呢個申請嘅計劃當中啦，咁啊申請人咧必須要係一個40歲以下、18歲以上嘅一個青年人，先至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嘅。如果參加咗呢個計劃嘅話咧，有啲咩好處呢？咁樣，咁啊喺呢個嘅抽籤嘅話咧，會俾多一個嘅申請編號俾大家。例如話啦，如果申請嘅時候，應該就係會得到一個 W 嘅開頭嗰個嘅申請編號。如果係參加咗青年計劃嘅一啲嘅朋友咧，佢會多一個 R 開頭嘅一個申請嘅編號嘅。咁啊有2個嘅編號嘅話咧，咁啊留意翻佢最尾嗰2個嘅 number 啦。咁啊經過咗攪珠之後嘅話咧，係睇下邊一個嘅編號咧就會再前一啲。咁啊用翻個最前嗰個 number 咧，就會排一個嘅揀到嘅次序俾大家啦。咁所以參加呢個青年計劃嘅話咧，咁啊好處在於你多一個嘅 number 嘅。不過咧呢個適用於係喺白表方面嘅一啲申請者，綠表就冇呢個青年計劃嘅情況啦噃。咁啊，另外啦，仲有一啲嘅措施嘅，譬如家有長者同埋家有初生嘅優先選樓計劃嘅。咁啊，大概嚟講啦，如果係呢2個嘅申請嘅前提咧，必須係一個核心嘅家庭。咁何謂核心嘅家庭咧？咁樣核心家庭咧，呢度都有去顯示翻嘅。譬如話係夫婦啦，譬如話係父母同仔女之間一啲嘅關係啦。咁啊，或者係祖父母同埋個孫都係一個嘅即係核心嘅家庭個原因啦。咁啊，祖父母都係夫婦嚟嘅，所以都係一個核心嘅家庭嚟嘅。咁啊，所以係核心嘅家庭咧，先至可以參加呢個優先選樓計劃嘅。咁啊，大概嚟講，咁啊，家有長者嘅優先選樓計劃，咁啊，其中一個成員咧年滿咗60歲，咁啊，又係核心嘅家庭，咁就可以參加呢一個嘅優先選樓嘅計劃嘅。另一方面啦，如果係初生嘅話咧，咁核心家庭當中有一個嘅初生嘅 BB 0至3歲嘅話，咁啊可以參加呢個優先選樓嘅計劃嘅。但係咧，如果係屬於係青年計劃嘅朋友嘅話咧，咁就唔可以去參加呢個嘅即係優先選樓嘅計劃。咁調翻轉講，如果參加咗呢個優先選樓計劃嘅話咧，就唔再需要咧參加呢個青年計劃啦，因為本身個次序咧都相對係優先啲嘅。咁啊就另外啦，咁啊都係即係留意翻啦。咁啊無論係家庭同埋單人嘅青年計劃咧，都係可以參加呢一個嘅項目嘅情況嘅。仲有白居二咧，都同樣有一啲嘅青年嘅計劃，咁啊撥出咗一啲嘅配額，大概係有2000個嘅配額，俾一啲青年人咧，佢可以有個嘅白居二嘅配額嘅。跟住啦，就係都要填寫翻啊，咁啊呢個嘅入息同埋資產方面啦，咁啊計一計條數，咁啊每個月嘅入息係幾多，同埋家庭嘅資產幾多到，咁啊都可以講下啦。咁啊呢個嘅喺居屋方面嘅話，白表方面咧有入息同埋資產嘅上限嘅。譬如話一個人嘅入息嘅上限就3萬蚊，咁啊2個人或以上咧就6萬蚊嘅。咁啊資產方面單人咧就615000蚊，咁啊2個人或者以上嘅話咧123萬，咁啊唔好超過咗咧相關一啲入息同埋資產嘅限額啊，否則嘅話咧就唔符合相關嘅申請嘅資格嘅。咁啊再可以睇多少少一啲嘅喺入息方面咧嗰個計嘅條數係喺邊個時段先，可以喺嗰個嘅申請須知咧比較後一啲嘅階段咧可以睇到一啲嘅入息嘅時間段嘅。
咁啊，大概嚟講啦，呢度都會計算翻一啲嘅入息嗰個嘅一啲申報嘅資料啦。譬如話講緊一啲嘅入息嘅話呢，就以2026年嘅4月30號嘅固定月薪，即係話呢，你出緊嗰嘅薪金呢，都係一個固定嘅人工嚟嘅啫。咁就要睇翻呢喺4月30號呢一日嗰個月份呢，嗰個薪金係幾多錢到啦。如果都有一啲咧叫做非固定嘅薪金，譬如話一啲嘅花紅啊、雙糧等等嘅話咧，咁啊就將呢個嘅喺舊年嘅11月1號到呢個嘅2026年嘅4月30號呢個期間，出咗一啲嘅所謂叫做花紅啊、雙糧等等，又或者係喺2025年嘅5月1號到4月30號期間出咗一啲嘅花紅同埋雙糧嘅話咧，除翻個平均數咧，加翻本身個固定薪金就可以報翻咧你個入息係幾多錢到嘅。咁當然啦，亦都可以減除翻嗰個嘅 MPF 嗰個供款嘅。如果係出嘅一啲薪金唔係好固定嘅噃，譬如話一啲嘅即係所以係散工又好，或者係一啲服務性嘅行業與呢個嘅多勞多得嘅噃，或者係可能日薪計嘅話，咁啊睇翻呢一個時段啦噃，就係2025年嘅11月1號到今年嘅4月30號嘅半年裏邊一啲平均嘅收入嘅情況嚟嘅。或者除咗呢個嘅固定非固定薪金之外咧，有冇一啲就係可能花紅啊，或者其他一啲嘅超時補水嘅話咧，都係用翻呢個平均數去計算翻嘅。咁啊，亦都係睇翻嗰個資產方面嘅話咧，應該就係以呢個嘅4月嘅29號嗰天做一個嘅劃線嘅。無論你嘅戶口幾多錢啦，又或者冇啲其他一啲投資嘅產品等等。或者有冇啲車輛啊，或者啲牌照咧，咁啊加埋嗰個嘅總數咧，喺4月29號就有一個截止劃線嘅時間，咁啊報翻當天你嘅屋企嘅總嘅資產值幾多錢度，咁啊唔好超過咧嗰個嘅即係上限嘅情況，即係呢度咧都有係顯示翻相關一啲嘅入息同埋資產一啲嘅水平嘅。咁啊，去到最後咧，咁啊都係填翻一啲通訊嘅資料啦，等等。咁啊，亦都聲明翻係冇呢個嘅住宅物業嘅情況。咁啊，到後面咁就可以咧去簽翻個名，填翻身份證號碼，咁啊可以交翻去啦。咁啊交翻去邊度咧？咁樣咁啊白表申請者咧，如果係網上申請就方便啲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要去翻呢個嘅樂富嘅客務中心，或者係親身遞交就得，或者郵寄過去都係可以嘅。咁啊白表方面咧就交翻去呢個地方。綠表嘅話咧，之前就介紹過啦，咁啊交翻去屋邨嘅辦事處，咁啊大家唔同嘅地方去交表格嘅。最後都想講多少少一啲嘅，所謂係一啲揀樓上邊一啲注意嘅地方嘅。喺呢個嘅無論喺唔同嘅類別當中咧，咁大家都可能揀選，譬如話一個核心嘅家庭，加有長者同埋初生啦，咁樣。咁啊，其次亦都係一啲一般嘅家庭等等嘅。咁啊，喺當中亦都係分別咗咧核心家庭同埋非核心嘅家庭兩個嘅類別，都想同大家都去介紹下呢個嘅分別先。一啲非核心嘅家庭咧，主要可能俾啲嘅譬如兄弟姊妹啊咁樣樣，一啲姨媽姑姐嗰個類別就唔係一啲父母夫婦嘅關係嘅話，過去都好強調嘅喺揀到成個過程之中咧，咁啊當然啦有啲配額分配嘅情況，咁啊家有長者同埋初生有40%嘅配額之後嘅話咧，咁就會去到呢個嘅核心嘅家庭，跟住咧就係一啲譬如話一啲嘅可能係冇長者冇初生嘅一啲嘅核心嘅家庭啦。之後咧，先至去到非核心嘅家庭去選樓嘅。而選樓嘅安排方面咧，就係話咧，呢個嘅非核心呢個嘅核心嘅家庭，一啲其他類別嘅話咧，100粒珠全部都獲邀晒去揀樓之後咧，有剩嘅單位先至去到非核心嘅家庭去選樓嘅。咁啊，可以話咧，過去好多期嚟講啦，咁啊本身嘅所謂其他核心，即係可能一啲唔係長者、唔係 BB 嘅一啲嘅普通嘅家庭啦嚇，嗰啲可能父母仔女冇呢啲年長嘅，亦都冇啲初生嘅話啦，都唔夠去選擇一啲嘅單位嘅，即係話咧，可能100粒珠都未去到盡晒咧，已經揀齊晒所有啲嘅單位嘅配額嘅。但係特別係上一期嚟講咧，都係出現咗啲嘅特別嘅狀況噶噃。除咗喺一啲嘅其他核心家庭揀唔晒之後咧，第一次出現咗啲非核心家庭都可以去獲邀去選樓，甚至乎咧一啲非核心嘅家庭100粒珠咧都全部都可以獲邀晒添。即係話咧，基本上白表嘅家庭咧，所有嘅人士咧都可以獲邀晒入場去揀樓嘅。
咁啊，過去強調過非核心咧，基本上就送咗個保密費俾房委會，但係上一期嚟講咧，就出現咗一啲嘅唔同嘅一啲現象嘅。至於今次嚟講，有冇機會再重演一次一啲非核心嘅家庭去獲邀選樓呢？暫時真係好難去估計嘅。但係如果你話想試下用呢個方式嘅話呢，咁啊上一年嘅經驗咧都證明咗呢係有啲機會嘅啊。咁大家會唔會選擇呢？就自己去決定翻用唔用呢個非核心嘅家庭，譬如話哥哥連同埋可能個細佬或者係妹妹一齊去申請，亦都係一個非核心嘅家庭。呢個呢僅供參考嘅啫。咁啊有冇機會揀樓呢？就真係好難去決定得到嘅。咁要留待翻到真係揀樓嘅進度呢，就會先至會知道嘅。同大家呢都介紹咗呢一個呢比較可能喺上一年比較出現咗一個奇蹟嘅現象啦。咁啊會唔會呢個奇蹟一直延伸落去呢？咁就下回分解啦噃。祝大家都好運啦！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個白表嘅申請者當中一啲嘅比較重點嘅注意嘅事項嘅。祝大家好運啦！下次影片再見嘅，拜拜。